台中市最近有2间高级的烘肉店向检举讲用到过期的牛肉，食安处长去稽查，是当场查到1间过期的牛肉，就直接放伫咧冰库，甲罚192万，要求停业。检方审问了后，2间店家计共5个人交保。 店的透明窗仔，阁会当看到高级肉品的电视。门骹口虽然挂长咧准备的牌仔，却无咧营业的感觉。台中市西区这间高级烘肉店，有民众甲食安处检举，因使用过期的肉品，消费者听到拢感觉真意外。吃这种的，搞不好你2分熟、3分熟你都敢吃啊？对啊。结果吃到过期。对啊，这样子很恐怖啊。 台中西屯区之前有一间高级烘肉店，互员工检举使用过期食材，互卫生局罚144万，下令停业。即马阁传出同款的食安问题，检调找台中市卫生局24去2间业者敲吹，西区烘肉店互查到有16项过期牛肉，直接甲罚192万，下令停业。 那我们卫生单位呢，在现场确实是有发现了16项逾期的牛肉，罚款的金额总计192万。 检方团2间业者计共8个人到案说明，事后甲西屯区烘肉店日本籍被告3个人，照涉犯刑法贩卖妨害卫生物品加重诈欺罪嫌先交保集团，而且限制出境出海。西区烘肉店涉送的被告等2人，照涉犯刑法贩卖妨害卫生物品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嫌，目前已经交保。任该和牛烧肉店之日籍被告版本、久保、3天等人涉嫌刑法之 贩卖妨害卫生物品、加重诈欺等罪嫌重大。另名烧肉店之负责人宋姓被告及其肉品商业务蔡姓被告，则系涉犯刑法之贩卖妨害卫生物品、加重诈欺及伪造文书等罪嫌。台中市府要宣布启动日本和牛专案稽查，业者的数量阁咧统计，会严密监控炭烧的食安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